不是旱泉，是纯泉。咁就係真係雲床啦，佢入邊咧係一個多啲嘅體驗，同埋你會見到咧好多可能要出海啊，大家喺船入邊係會做啲咩啦，船嘅間隔係點樣啦，同埋大自然你預測唔到嗰啲事情咧，或者喺呢個南海入邊咧，全部都已經體驗過啦，非常之正。要衝雲啊！而家咧就準備睇呢個廣東千古情啦 ，Let's go！準備開始啦！好多啲好動感嘅演出啦，好睇！準備咗啊！終於睇咗呢個廣東千古情嘅演出啦！我終於明白點解佢係話一生必看嘅一次演出，的確係非常震撼嘅。除咗係講咗好多廣東精神嘅寫照啦，同埋佢係記錄咗好多我哋廣東特色嘅嘢，所以我覺得係一定要睇，同埋好震撼啊！佢成個製作，不論係視覺、聽覺、觸覺上，都係一個非常之精彩嘅體驗，所以大家都要睇。今日呢個廣東千古情景區嘅一日遊終於都完成啦！首先咧，我係覺得非常值得嚟嘅，因為呢個係真係有好多意外嘅驚喜啦，有好多你意想唔到嘅製作，周圍嘅好多